由国立台湾海洋大学主办的海洋贡献奖第11届得奖人士，前海洋大学校长张清芳，伊对鱼类还有船鸥的研究，和台湾的水产养殖业，通好徛伫咧世界领先的地位。张清芳也讲，这海洋挺好调节气候的变化，世界各国当地咧关心气候变迁的时阵，咱更加爱护囡仔民众进北海洋，也着爱确保海洋的永续发展。 本次的海洋贡献奖讲座以双鱼为主题，为表扬获奖人在海洋生科领域领航先驱。接下海洋贡献讲座，肯定前海洋大学的校长张清芳对海洋的贡献。张清芳1986年为美国返来台湾，注心鱼类、选鹅类分泌的研究。伊是全球头一个人发现乌条鱼会因为荷尔蒙分泌阶段无同改变性别。伊透过操控这款机制，和台湾的水产养殖领先全球。本身很有实力，政府再更加一把劲。我相信呢，以台湾民间的实力、学界的努力，那政府的投资呢，我相信可以把海洋更加发扬光大。海洋里面可以有多少的科技，可以有多少的未来 energy， 未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海洋里面。 张清芳唔但注心研究，也积极培育人才。伊成立台湾海洋教育中心，在各中高中的课本内底加入海洋的元素，互伫四面环海的国家台湾大汉的囡仔通入北海洋。张清芳讲，伫气候变迁的时代，熟悉海洋愈来愈重要。海洋是解决全球变迁的良方，它吸收二氧化碳，吸收热能，90%的热能。 是靠海洋在吸收，30%的 CO2 是靠海洋在吸收。立法院正在开公听会，我们在推动海洋保育法，所以预期这一条路会蛮艰辛，我们要非常的努力。 张清芳希望提升国人的海洋素养，也帮中央增加海洋研究、产业发展的经费。海委会主委也回应表示，行政院有提出海洋保育法，目前立法草案等咧立法院审议。那通过立法，就有法律来保护海洋生态，明确海洋产业目标，落实海洋永续发展。记者郭文定、玉凯台北报道。